用豬腳搭配一樣嘢煲湯飲，全身各種各樣嘅疼痛就會消失冇見。究竟係咪真嘅呢？有腰椎、頸椎冇舒服嘅，手手腳腳發麻發脹嘅朋友，一定要攞呢個嘢翻屋企煲湯飲啦。呢個方法真係非常之好使啊！我堂大佬3年前就因為嗰啲頸椎冇舒服，壓迫到局部神經，導致手手腳腳特別冇舒服。佢做咗好多次疏通，嗰啲增咩灸啊、揼咩瓜經常去做，仲周圍打聽、周圍掛專家號俾人睇，效果依然冇理想。後尾佢隻仔就帶佢去廣州睇隻老中醫，嗰隻老中醫就叫佢用豬腳搭配幾樣嘢一齊去煲湯飲。佢飲得幾次之後，效果真係非常之好嘅，到依家都冇再痛過啊！今日我就將呢個方法毫無保留咁分享俾大家，你記得點讚收藏起身啦。首先你要準備隻雞血藤，佢可以通經活絡嘅；第二個就係海風藤，佢可以驅風去沙；第三個就係桂枝，佢可以消痛止痛、通血脈嘅；第四個就係生根草，佢可以疏通我哋全身嘅經絡。只要我哋身體一疏通，就冇再難受噶啦。用嗰4樣嘢搭配豬腳一齊煲湯飲，你煲佢1個半鐘，再加少少鹽去調味就可以飲噶啦。你亦都可以用佢煲豬尾、豬肝同埋豬腰啊、豬骨都可以噶。你連續飲得幾次之後，會覺得成個人咧輕鬆晒噶啦，嗰啲手手腳腳亦都冇會再發麻發痛。咁呢4樣煲湯嘅好材料，平時咧你喺市面上好難買到呢樣嘅。如果你冇知道喺邊度買，又或者冇識得點樣搭配比例嘅話，你可以好似我咁買呢個提前搭配好嘅，佢一大包入邊咧有7、4包更多啊！你煲一次湯個成本咧先至幾蚊雞啫。如果你買翻去飲完之後，仲有手腳發麻發痛嘅話，全額退翻俾你啊！產品你自己留低就得噶啦。點解我咁硬氣承諾你呢？完全因為佢呢個產品有咁嘅實力啊！佢係10幾年嘅老品牌嚟嘅，全網已經賣咗10幾萬單噶啦。佢每包都有嚴格按照我哋老方子搭配好嘅，真材實料有保證。今日我已經同廠家生產咗優惠價俾大家噶啦，但係數量咧就得幾十單啫。有需要嘅朋友快啲點擊個視頻左下角落一單翻去試下啦。你飲得幾次之後，你肯定會翻嚟多謝我噶啦。希望呢條視頻可以幫助到大家啦。